请咱来看拄爱海德伯姚理问答，伊个周报第4页哈。这个问答第65至68，问题65，咱简单照着信来分享基督甲伊的恩惠，这个信是对倒落来？回答讲。圣神是照着福音伫咱的心内做工，互咱会当发生信心，佮照着圣礼的实行来印证这个信。问题66讲什么款叫做圣礼？回答讲，圣礼就是圣洁的、佮有形的标志佮印记，是上帝所设立的，照着圣礼的实行。伊会当搁较完全对咱宣告，搁来印证福音的应允。而且因为基督一摆伫十字架顶所献完全的牺牲，上帝出于白白的恩典，互咱的罪得到赦免，来领受永活。问题67，若是安尼，圣道对上帝话，甲圣礼是因带咱。相信耶稣基督伫十字架来牺牲，是咱得救唯一的基础咧。确实是安尼，回答讲，确实是安尼，因为圣神伫福音内面教示咱，佮照着圣礼，达咱保证，咱得救是完全靠基督伫十字架顶一摆所完成的牺牲。问题68，安尼基督伫新约内底，伊指定偌侪圣礼？回答讲，两个洗礼甲圣餐，那三个祈祷。爸上帝，阮感谢你，享受阮这顶好的恩典，互阮伫遮会当来认捌真理，求主你引带带领阮下面的时间，奉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我咧准备这个海德伯要理问答的时，我非常的感动，是写书一个26岁的。德国的青年史学家，26岁尔呢，会当写出遮深的物件，会当写出遮尔有条理的信用。因德国人从细汉就教因真好的文学、甲神学的素养，所以因我都能写出安尼。尤其咧我咧准备这圣礼时，我非常的感动。咱第一先来看这个问答，这个66就讲，咱真正敢若靠信的，咱得到上帝基督的恩典。安尼这个信是安怎来？好，这真趣味哦。伊讲这个信是对倒来，咱拄爱圣经内底启示讲啥呢？咱来看启示的第1、第2，讲愿平安甲仁爱含信。就是含这个信呐，是对爸上帝甲耶稣基督教伫咱正兄弟。意思讲，咱会当信耶稣基督，毋是咱足聪明的，咱足参名的，咱有足好的参名，咱去比较做主宗教，想想也是信耶稣袂歹，我就来信这个耶稣。所以呢，我信耶稣，互牧师有够大的民主，互上帝。有够民主，我看上帝看会起，无人信耶稣的时，安尼当要在拼碰，实在是耶稣基督上帝恩典临到咱，伊拣选咱，所以咧，伫这个拄仔咱读的经节，腓立比书第1章，腓立比书以弗所书第6章23节讲，咱会当得到平安，上帝赏赐的，咱会得到对上帝的疼痛。搁再咱疼世间人，疼咱厝边亲像家己，咱有这种疼的心，嘛上帝赏赐的。搁入面连含这个信的本身是上帝所赏赐的。那安尼咱人就无功劳，只有自从荣光归于上帝。所以基督教的信仰，甲这个佛教，甲所有的公教无共款的是，所有宗教都自力救济啦。我家己做业，家己收啦。我家己的业家己收啦，收这事时收袂了，后出时甲收啦。基督教毋是，基督教讲你应当收，
但是修的进前先信。你信了，我互你开力，互你稳定，互你地位，安尼你来修，啊，这无共哦，这顺序无共啦。那像恁囝呢，讲妈妈、爸爸，我腰到要死了，啥物腰要死？扛过做嘞，拼，我教你食，安了解吼？啊，你若做到腰到要死都无，啊，你个做袂好势。啊，但是咧，基督的信徒就说：来，小朋友，你不都要哦？来，先食饭，食了食水果，要啉茶。哦，啊，慢菜。不到800万才赚亏，休困一下，吼，精神好，体力好，来，我教你安怎做工课，啊，你做的时阵哦，你做得真好，啊，搁再互你唔得劲，互你稳定，搁互你修事，这是咱顶礼拜讲的。啊，咱这所谓中国人讲，你先头修好，修无好咧，我搁再来欺负，搁来忤逆，搁来骗受，啊，定等下咧活咧袂艰苦，活真艰苦。所以信用是遮尔重要，啊！那安尼遮尔重要的时阵吼，今仔日这个海底要问答的咧问讲，啊！你信用为对来？你的信用来，讲为上帝来？啊！怎样讲？真简单啊！我举一个譬如，咱就听有。譬如讲，去到咧百货公司看到建本图，讲哇，这个物件真系遮尔水咧，系建本图咧。请问诶，你会使甲抛开咱衫咧，咱说这我会使买？无可能。你就爱讲哇，根本内底内底有食品，哦，咱就一只去付钱开买，对不对？啊，这个有信心甲无信心来讲，上帝自从伊稳定咱咧下当这根本图人讲，你若愿意，我根本图门拢拍开，你若愿意，你都能摕偌济，尽量你摕，尽量摕，安了解吼？啊，你若无信心来说，太使，我唔敢摕，啊，等下看尔。啊，这就是这个譬如。第二个譬如吼，咱搁较更了解来讲，神都较性情相属咱嘞。咱讲一个，世事若有一个亲密的人，伊无法当看到咱任何人，伊也无当看册，也无当看得光。啊，这个亲密的人吼，搁伫这个一个室内，这个室内搁许互人就将所有的光线拢炸甲暗面蒙。暗瑟瑟，啊，佮用真重的乌布拢搭条咧。请问诶，这个亲密人要怎看到物件？伊本身是亲密，啊，佮外口佮无光，啊，圣神会做工就啥咧？这拄咱教会客人的经验讲，圣神就哪亲像啥？哪亲像讲，互咱内面的目睭，互咱的目睭拍开就对啊。啊！这个外口那种，你若要这个前面人若要看这个，个点电火就泡光。你若跟他点电火拍光，伊前面伊嘛有看无，了解吼？啊，你若讲伊内面的目睭会看到，啊，外口暗时伊也看无，所以就内面甲外口，啊，这种人譬如讲啥？讲上帝所讲的话，伫咱咧听讲道，上帝也是圣经上帝的话。上帝话就等于外口的灯啦，所以上帝话就是咱骹前路上的灯，骹前路上的光，甲骹前的灯，路上的光能照较远啦，啊骹前的灯就是咱迄个灯，都骹前就照一步一步安尼行下，吼，安尼，啊这个圣神佮互咱顶头先，互咱内面会当看，会当感动，互咱会当听到上帝的光啦。啊，这意思就是安尼啦，就是外在就是上帝话圣经甲圣礼，啊，第二项就是内在就是讲我目睭会晓看见，啊，圣神的感动咱，所以边边咧听讲道，有人听到就感觉讲这个无啥坏，讲这53、3项无关系，13天地我的代志，啊，伊边边咧听到无感觉，无感动，感觉无啥坏。啊，另外一个听一个是哇，足感动的。啊，伊较咱流目屎讲，哎呀，今仔这上帝，这个牧师咧讲的，都就是对我讲的，哎，足感动的。哇，全为迄上帝为咱起条咧，全来信，拢入去信。啊，两个人是安怎呢？一个就是接受圣神的感动，一个是无爱互圣神感动，安尼了解意思吼。所以外在的光就是圣经甲圣礼，内在就是圣神，达咱感动。啊，这信心就为遮来。咱再来问第二项，就是什么叫做圣礼？真趣味的物件就是讲，
全世界上有礼数的，就是台湾人。台湾人的民间宗教非常有礼数，搁在这个礼数拢真正严格、真正认真，了解吼？所以我即马伫这个咱这个老人大学吼，我有想要开迄个一系统的认捌台湾人。第一，我想要来开这个台湾人的语言的文雅，台湾人语言的文雅，甲真深的意义。我要讲到台湾人的俗语，讲到台湾人的四句联啊，吼，四句联捌听过吼？台湾人的四句联啊，台湾人的歌谣，这些物件拢含喺基督教的信仰，真正合。我要安怎叫做这互人台湾人讲哦，原来就是这是咧来引入基督教。第二项我要讲到台湾人的历史，台湾人的民间宗教，咱台湾人所拜的每一个神明，拢总是在超找上帝，超找上帝。所以台湾人无论是拜什么妈祖啦、大道公啦、普道公啦、什么神红啦，这些物件拢和福音有关联。啊，你若遇到参加这个时候，你了解。第三，我要讲到台湾人的历史的部分，要含这安怎看咧？安怎呢？要来比较台湾的历史甲美国历史，台湾的历史吼，甲美国历史边共款差不多时阵。OK， 咱来看到台湾这礼数，咱台湾人这对这礼数拢唔知影，拢讲夜香对拜尔。基督教的礼数是用上帝话做基础，所以这两种的礼数无共。所以咱讲叫做圣礼典，圣礼典就是讲到咱洗礼，甲啥？甲圣餐。啊，这个圣礼典，这个物件，伫咱的海德边姚理文当讲哦，讲伊这个圣礼典未互咱得到信心，但是会坚固咱的信心。啊，这无共哦。无讲，未法发生信心，会让我发生信心的是上帝话甲圣神，吼啊圣礼典无法度来互咱施出信心，但是咱坚固咱的信心，啊，这咱顶下了解意思。咱先来了解啥叫做圣礼。圣礼伫这个罗马的念字无做 Sacramento， 捌听过无？美国一个迄个职业篮球队啊。叫 Sacramento， 咱台湾安怎翻译？哦，对 ，Sacramento 就是讲圣礼的意思就对啦。我甲来英文，我不晓中文。吼，沙买加冕度哦，沙加冕度吼 ，Sacramento， 就是罗马的人，因若要甲罗马人，因若要甲人签一个合约。就爱叫因的神明来做见证，伫咧神明的头前来做见证，尤其军队的合约。啊了咧做见证了，转献出一笔的钱献互一个神明。啊，这叫做 Sacramento。啊，这意思是讲啥？讲我甲你立约，毋是咱两个立约了，咱两个立约了后，咱是做伙甲上帝立约。上帝是监察者哦，是见证者哦，安了解吼？这个意思，安尼你若了解时，你就知影讲啊，是安怎分类吼？甲这个牧师的迄个上真吼，天主教要来当做圣礼啦，就是为这个立定文来啦。第二项意思就是讲，东方的神秘宗教讲，我要甲这个神明会当来结连加做一体，这种的关系，就是圣礼典啦。啊，圣礼典的两种的意思就对啦。好，两种的意思。啊，但是这项圣经的圣礼典无共，圣经的圣礼典，伫咱的迄个海里边要你问他讲，是圣洁有形的标记甲印记，是上帝所设立的，要照着圣礼的实行，要带咱宣告甲印证福音的应允。哦，这话哦，有够歹听，听拢无，咱台湾人无咧讲这啦，无讲这。啊，所以我来讲，互恁了解来。第一，圣礼就是有形的。看会到的，看会到的，上帝话看袂到嘛？啊，洗礼吼，就最终来用咧，才看会到嘛，对不对？讲上帝要洗清咱人的罪，照着耶稣基督的宝血，
啊，耶稣基督诶，2000年前就死啊，对不对？啊，血嘛打了了啊，啊变做单洗咧，啊，这听拢无。啊，圣礼典的意思讲，但是迄个圣经讲哦，耶稣基督的宝血吼，耶稣受抬的十字架吼，迄个宝血，圣经的希腊文讲，拄流出来啦，拄流出来啦。意思讲，因为耶稣基督对死人中搁活，所以耶稣基督是上帝的独生子，伊是永远伫现在啦。啊，这咱无当了解吼，啊，这是过去的代志，甲永远现在。我举一个吼，咱捌看过迄个金庸的小说无？金庸的小说，譬如讲《倚天屠龙记》，迄个金庸的《倚天屠龙记》讲到张无忌，张无忌爬回伫迄个冰火岛，吼，啊，伊到尾啊来，佮会当得到到尾做迄个明教的教主，啊，迄阵多28岁。请问金庸为8岁写到28岁，伊爱等20年，较能写会袂？敢要爱等20年？用金庸，你想要写？袂啦，我的张无忌还未大汉的啦，我来等你大汉啦，唔免啦。伊当一个写咧，随写咧，对不对？讲伊即摆28岁啊，是不是安尼？对一个创作主，伊的时间是永远是现在，作家嘛是安尼，安了解吼，对不对？啊，无请迄个概念片你来画图，画一个图是一个人的一世人，为出世甲伊老，啊，你咧画啦。是不是讲？哎哟，伊伊这个还未死的咧，佮50年，你要等50年，看我唔免啦，骗来过啊，是不是？对不对？啊，你以为你是创作者嘛？所以上帝是创造是现实的，但是咱人要晓悟真理，咱爱有一个艺术，这艺术是用咱看会见的。啊，这台湾人上好的啦，台湾人我迄一个人的订婚，较下感啊咧，较早的人是。爸母啥对头讲，啊，较叫啥？叫媒人来讲的，对不对？啊，媒人来讲的免怎？啊，用感啊，就表示讲啥？你两个欢喜甘愿的哦，安了解无？你两个欢喜甘愿的，毋是我逼你的哦，嘿，你毋是我逼你的哦，嘿，伊面是天注定的哦，迄毋是媒人较高行哦，啊，就是你两个欢喜甘愿的哦，安了解意思吼？啊，这都有上顶嘛，在上顶，啊，上阮小妹要嫁时，阮老母应该伊泼水啦，啊叫阮小弟泼啦，阮小弟泼入来，阮老母啊唔敢泼啦，因为这嫁查某囝开大声泼，啊水若泼入来，意思用语言啦，泼入来，阮小弟泼入来，阮老母啊给他泼水，阮老母哎哟，了解意思吼？迄泼水的意思就是讲，你已经是别人的事，别人的家。啊，这毋是你的家啦，这是上顶嘛，这是用咱看会到的，吼。啊，即马咧，啊要上桥的时，才叫伊放开时，意思讲你要放圣地啦。你伫厝是大小姐，啊，你去遐是人的新妇啦，你得爱入门看门风啦，吼，啊是所在拜托你公啦，啊，所以这种有艺术，是不是安尼？啊，你敢知影四姑娘是啥？四姑娘是媒人婆啊，甲啥？甲好命婆咧牵的呢？安怎牵啊？好命婆知啥意思无？好命婆在做六婆，较做好命婆，就是讲我做内妈，佮做外妈，佮做姑婆，做个金婆，佮做金婆，佮做五婆。我六婆拢做着就对啦。意思讲，我的查某囝嫁啊，佮有孙，阮的后生嫁啊，佮有孙，就是内外婆，对不对？啊，阮兄弟咧，兄弟做我做姑婆。阮姊妹咧做，我叫做姨婆，安了解吼。啊，做金婆佮做金婆，就是阮头家的兄弟，拢总做阿嬷、做公啊。啊，这六婆啊，这个六婆正。啊，台湾人讲六公正，听有无？六公就是做内公、外公，啊，叫啥？八公、七公、五公、丁公。是不是安尼？我大囝我就无当做，我就无法当做七公啊！我若做八公啊，我当做七公。啊，阮舅我讲我七公正，我讲啊头咧后七公正，伊讲佮做客兄公。我哎呦下西下贱啊！你这小下台那个讲听。啊，这是上顶，就是用这个媒人婆讲祝福。
譬如讲，迄个新年要入来就讲，哎，人未到，言先到，对不对？子孙汤牙起起，前花园后果子；子孙汤牙圆圆，生后生，中状元。这个是人在娱乐，在迄个讲哦，这个查某囡仔入来。好，熬拍算，搁熬烦恼，因吼以后吼勤俭趁钱趁到吼，头前咱种花园啦，后壁搁种果子啦，嘿，咱都无通饲只搁往拍瓜，咱又往拍瓜搁往种果子，吼，这是艺术的娱乐。请问诶，这种的讲法，拢是人的欲望，安了解无？胜利点无共，胜利点是用咱看会到的。但是所有的话是上帝话啦，安了解无？请问人咧讲较会准，还是上帝讲？啊，当然上帝话较会准嘛。啊，牧者咧证婚咧证道咧行说咧，就是毋是讲牧者搞呢，我会晓放剑功，吼，啊，个会晓迄落，毋是啊，迄是上帝抹油，上帝道有迄落，所以是上帝圣礼，是照着上帝道，互咱看会到的。第二项就是讲，这是一个吸引的。咱知影，你去银行领钱，哇，那台资嘛爱吸引，是毋是安尼？对不对？支票嘛爱吸引。啊，请问诶，我的毕业证书嘛是吸引，这印有吸引甲无吸引差足多，对不对？啊，假印甲真正印，哦，官方的官印无共，是毋是安尼？啊，这吸引就是讲保证讲，我新人伊读3年，我真正有认真。成绩拢过，啊，是人伊的中国佬吸引啊，啊，这吸引就是要证明这是真的，安了解吼？所以咧，咱咧洗礼、行洗礼，也是咧迄落，这是有上帝话做印记吸引的意思，这是真的，好，这意思呢？所以这是有形的标志，献给的意思讲，这个代志啊，台湾人嘛足了解，这个新娘啦带入来，请问诶。这个新娘以后会使搁男生袂？袂使啊！全部归互啥？归互翁。啊，一个小姐最近哦结婚啦，啊，伊是啥呢？伊是空军的炮兵的上尉啦，空军迄营内底。啊，伊的同期的介侪人拢去换别个单位啊，啊，所以结婚写一个啥对不对？讲写一个前炮友。讲前炮友会倒啦，啊，说来我唔敢坐啦，伊动出来讲我是啊，啊，请问这句敢对？唔对啦，啊，个前同事啦，什么写前炮友，所以无人敢坐啦。啊，上帝话，这个吸引，这个献给的意思讲，你是属于上帝，按了解吼，写的啊，你是分别做成的这意思。啊，个第二项胜利点的意思，但其实安尼，咱来看这第二项内底讲胜利点，但是一个有形的，佫是上帝所设立的，毋是人设立的。啊，这毋是人的发明，也毋是教会的创新，是上帝真清清楚楚伫圣经内底讲，但咱宣告佮印证基督的福音。啊，所以洗礼和是咪叫什么关系？真清楚嘛！洗礼伫保罗先生讲是甲耶稣基督同死、同埋葬、佮同割活。意思是讲，我洗礼是我伫正人面前，我承认我要认罪悔改，接受耶稣基督救恩洗礼。啊，所以这是真明显的。啊，请问诶。啊，咱食圣餐呢？圣餐嘛是伫上帝面头前宣告纪念耶稣基督为我来死，佮庆祝耶稣基督对世人中国啊，佮欢喜坦泰天后耶稣基督过来。所以这个圣礼典就是咧讲到上帝福音的要义。啊，了后咱再讲啊，是安怎？咱的信用较会得爱专一的，真正是伫这个上耶稣基督十字架的牺牲，对，这是独一的基础，这是独一的基础。所以咱的洗礼，毋是干那安尼用水安用的，那安尼咱毋知影意思，就无效。介侪人台湾人拢咧夜香对拜，
拢唔知影什么意思，对不对？譬如讲普渡树的是咧拜好兄弟啊，有的人等大楼内底也咧拜，有咱房间内也咧拜，请问会使拜袂？迄袂使啊！好兄弟啊是啥？7月半水鬼走来看，迄魔神啊、迄鬼啊，拢总来。你若踮恁厝拜吼，意思就讲鬼啊要来恁兜呢，内底有不死鬼、落香鬼、破病鬼、跋筊鬼，了解意思？所以台湾人要当门外拜，意思讲你莫入阮兜，伫外口，这就是孔子讲的，讲啥？见鬼神而怨之，对不对？我尊敬你这鬼神，但我跟你无关系，我跟你远离你的，食做你走。若遐查某鬼、风流鬼、不死鬼咧，我着用一个啥？用一个面布，对不对？用一个用一个啥？用一个面汤，搁用个花，搁一个粉。你意思你写真打扮一下，较轻便啊！你带别人忙来阮兜，这就是这个意思啦。所以台湾人咱无了解意思，拢无人了解，甚至咧，那咱基督徒若无了解这个信仰背后真正意思，咱干那洗礼甲食圣餐无意思，因为这是要坚固咱的信心。讲你给他食圣餐。就是你甲上帝相关结连，意思是安尼啦，安尼好。这个了，咱再讲圣体到底有几种呢？那照着咱基督宗教的信仰内底有分7种甲2种。天主教甲东正教，天主教是全世界14万人啊。是，我讲唔对，天主教总共拢总有7亿啦。东正教有3亿啦，加起来10亿个人认为有7种类啦。这个基督教、新教啦，拢总有5亿啦。新教认为两种啦，了解吼？这2种内底呢，那照着圣经严格教示只有2种，但是对伫这个传统内底有7种。这加迄几种是加啥呢？咱了解一下吼。来，坚信礼。坚信礼啦，坚信礼其实伫理论会、信义会、卫理公会、圣公会拢嘛坚信礼。坚信礼合做一个啦，就是从细汉的时，婴儿细到大汉的时，伊要伫上帝甲正南条前要告别伊的信仰，而且佮来抹油，这叫做坚信礼啦。好，而且即马其实坚信礼是伫迄个。伫啥物内面？伫洗礼的一部分啦，好，安尼了解吼。佮一种叫做忏悔礼，忏悔就是甲上帝、甲人搁一届和好啦，英语叫做 reconciliation。这种呢，这就是伫圣经，伫咱洗礼的头前部分啦。其实你若来到这间教会，你就知影讲洗礼分做4部分，第一就是忏悔礼，第2就是信仰告别，好，第3项。就是抹油，抹油的意思就是讲，你做坚信礼，第4项你加入教会，这合起来叫做洗礼啦，吼。咱洗礼了，第个坚信礼，第忏悔礼，第3种叫做婚礼啦。婚礼是安怎会讲是圣礼？天主教会讲圣礼，因为婚礼伫以弗所书讲，这是上帝基督甲教会合一的奥秘，了解吼？迄个奥秘 mystery 就是迄个，叫做 Jeremy， 我不要讲嘿，亚柔米，一个教父亚柔米，伊就是注重希伯来文甲希腊文的圣经翻做列丁文迄个人啊，迄个人所以天主教咧用的迄本伊迄个 mystery 伊就翻做 sacramental 啦，所以地教天主教专。根据因的圣经的翻译，转变做圣礼啦。这个圣礼观念就是讲，人甲上帝面头前，你做见证，恁2个要三角结做一体。所以阮这参加人是见证者，牧师是证婚者，吼，安尼所以才当作圣礼。了是迄个受圣职，互封立做牧师，这嘛做圣礼。搁要死的时阵抹油，到破病时。破病是人抹油，为你祈祷，这医治咧，这5种叫做圣礼。但这5种呢，咱伫这个改革宗的传统是讲，这毋是圣礼，这
唔是耶稣基督所设立的，这是对神学、对传统来的。啊，请问这5种有重要无？真重要。我有机会甲大家分享。好，上帝的话拢总有做记号，但是圣经真正记载都2种。伫旧约内底真正的圣礼2种，第啥？就是这个半过节、逾越节啦，拍手无半过节。啊，一个是啥？一个是割礼。这个所有犹太人若出世第8天，查甫人拢爱受割礼，吼，受割礼。啊，这个割礼你看咱正做是啥？这犹太人，这是甲上帝立约的。啊，第二种就是讲，每一个所有的信犹太教人，拢爱经过半过节。因为半过节内底有问讲，咱圣事今仔日普隆时拢总食有价的饼，啊，今仔日咱的面包较会无价。啊，咱普隆时啥物菜拢食，今仔较会食苦菜，对不对？啊，咱普隆时啥物肉拢咱食，今仔较来食这羊肉，啊，搁食咱羊羔的肉，吼，对不对？啊，咱普隆时啥物种人食，今仔时独较会食这个啥？咱普隆时咱啉咖啡啊，啉茶，啊，今仔时独食着葡萄酒，啊，伊再甲讲到以色列人伫迄落埃及受苦，再讲这故事，这是救恩的历史，互了解。啊，咱知影吼，这个半过节到新约变成啥物啊？到新约变啥？变做圣餐。这割礼到新约变做洗礼。所以咱人要正做一个真正基督徒，是对洗礼来，洗礼是入门，了后搁再为圣餐，啊，这是教会。啊，所以咱后礼拜要讲到洗礼，后礼拜到后礼拜要讲洗礼，啊，搁过要讲圣餐。啊，所以咱就会当来了解，安尼吼。啊，所以基督的信仰，互咱有上帝话做根据，互咱认捌这真理。无像台湾人吼，真正遐拢真正牙香对白，毋知影毋捌一个啥物玩意，真正毋知影咧。我问阮老母，阮老母讲，你毋该做咧创啥？越人有牙无喙，啊，古早咧来咧，旧咧无啥，旧咧无肺，新咧袂使说，新咧无说啦，啊，就照人安来尔。对不对？啊，我讲时较会拜灶盆公呢，低调公、无调公呢。啊，即摆你用家属咯，无拜家属罗公，对不对？啊，你较早逐项都拜，啊，即摆电视嘛爱拜，这电视婆，对不对？啊，床有床某啊，电视做无电视婆，吼，啊，老母来讲，哎，囡仔三八啦，啊，都无了解这艺术，逐项都咧拜安尼。啊，咱有了解，啊，咱叫迄好命婆，什么六公正啦，啊，什么？好命婆来讲到这物件，请问的上帝话较有道理无？真正有道理，所以咱真正会当来认捌这真理，咱三个来祈祷。主，阮感谢你，因为你的圣神拍开阮心内目睭，互阮让认捌真理。主，阮阁更加感谢你，你守护上帝话甲圣礼，互阮会当来捌真理，互阮行伫你的真理的中间。主，求你帮助阮，互阮这间教会会当来传扬上帝的道，而且互圣神搁较侪来做工。求主你来引带阮，互阮这个教会会当施行圣礼典，搁再宣讲上帝的真道。互阮这间教会是起坐伫上帝话，阮安尼祈祷，奉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